括有禱告馬拉松、學科慶祝活動、感恩崇拜、同樂日、圖書館開幕禮、放眼看明道、家教會親子旅行、感恩晚宴、Time to Shine 同埋閃耀舞台。哇！滾軸溜冰隊嘅入場真係好有氣勢啊！原來今年校慶活動咁豐富，大家真係要好好期待下。唔該晒滾軸溜冰隊嘅同學。準備將校慶號碼傳嘅傳承嘅鍵球到舞台中央，以此象徵住本年度一連串校慶活動嘅開始。自創校至今25年，明道小學每一步都得蒙神嘅保守同引領，神嘅恩典遠超我哋所想所求。老師們春風化雨，秉承着薪火相傳嘅精神，將教育視為教師一生嘅使命。適逢今年係25週年校慶，主題係感恩革新飛翔。我哋特別製作咗呢一首嘅主題曲《薪火傳承25載》。將過去嘅經歷、恩典以及對教育嘅熱誠，一一寄予喺歌詞入面。識唱嘅同學，我哋一齊唱好嗎？